在这个后日29暝食围炉卖年菜的业者，这几天是无闲甲卖孙仔干落哩。台中新港一间做佛跳墙的业者，收到的订单比平常时要加出5成，员工是全部加班赶出货。另外，台中第5市场有一间店家，连续第8年推出着100块的年菜，10道的年菜买落来只要7000多块，是排队排价等。台中第5市场这个单位，大家拢钱伫遮，排咧是为着要买100块的年菜。就听人家讲说这里不错，是啊，就来啦。遮久来拢共款啦，就是种咱的迄个乡土味啦。这个单位连续8年推出100块的年菜，除了佛跳墙药膳猪脚有较贵，其他像米糕、油鸡腿拢是100块，买10出嘛千几块尔。为今日起到围炉暝，现场排队人有够多，店员是有够无闲。有人去拢提早买，但是上巅峰是伫尾啊，这3天就对了吼。同款真无用的，也有这间卖佛跳墙的机器一直伫等动。真空包装佛跳墙封好了，赶去装箱。头家讲，平时一天出来差不多是2000包，过年量有较济，逐天要出3000包，成长5成左右。要准备料也是很麻烦的，所以他们像过年都会用这种比较方便。佛跳墙这出年菜名好听，料嘛丰富，所以讲过年的时上侪人订。头家嘛加派骹手，将这出大家喜意的年菜赶出货，确保会使伫围炉暝时准时捧上桌。